2015哔哩啵哩冲冲跳跳又来了，要把来到特别是客家文化主题公演，也搭配除了有专业的表演场地外，还有丰富的客家特色展览。在多年的展馆当中，俺都能认识各地的客庄人文风情。除了以外啊，还有8条热情的小朋友为大家带来精彩的演出。看到现场的小朋友都安有精神，充满自信，同入人气打招呼。就地记得。已經準備好而點彩盡了，基本的表演啊，清楚會當精彩，還看到豐富的表演，絕對冇變過哦。天主愛登場嘅係專業舞蹈團帶來嘅華燈慶元秀，同會陶器老跳舞一樣嘅，呈現出鑼鼓喧天、鬧洋洋嘅感覺哦。你们两个要用眼神去交流，知道吗？然后才会表现得很好，了解吗？我
我学扯铃半年了，我也是。在上课的时候，老师说我们扯得很好，就让我们去参加扯铃队。我觉得扯双铃的时候，就是要2个人扯，然后呢，一个人把铃抛到另一个人这边，然后再去做双铃。只不过一开始做的时候是感觉有点难，然后最后我一直练，老师教我更多了之后，我就知道了要怎么做它的动作，控制它。我们扯铃现在已经研发出了很多种，以前你们在扯的是那种像定轴，中间那里不会动，但现在的是这里可以动。然后最近还有研发出一种3陪铃，它的3陪铃就是它有3个零件，然后这边都是红红的，然后呢这里是白白的，因为这种叫做单陪。这种单陪的铃呢，它只有一种零件，扯起来这个铃数比较不会那么快，但是这种铃数比较快。在比赛的时候呢，通常都是用定轴铃，但是呢，之前的定轴是木质的，但现在有塑胶的定轴。但是比赛的时候尽量都是用塑胶的，以免受伤。那像那种塑胶定轴比较会卷线，木质的定轴比较不会卷线。像这种3陪铃是比较适合在用那种雨伞啊，铃数比较不会被剪掉。那这种单陪呢，可以练习一些什么蚂蚁定点那些，铃数就是不会减，还会加的。我曾经在上扯铃课的时候，我手被那个扯铃打到，然后昨天我在练甩雨伞，然后呢，雨伞整个打到我的额头，还打到别人。我看他这样子，其实我会蛮心疼的。那我就说，那你还要练吗？你还要去吗？然后他就说他还要练这样子。他说其实没关系，他觉得说练这个其实那是一个过程而已，对，没有关系，他还是要继续就对了。那我就觉得那你这样，我还蛮欣慰，不会因为说，因为有些小朋友就是练习的时候可能受伤或干嘛，他就会退缩或什么之类的这样，对啊，我就觉得他这个我觉得还蛮赞同。蛮赞许的，花式扯铃我最会。有氧喺台上1分鐘，台下10年功呢。開亮嘅小朋友，按辛苦練策人嘅故事過後，相信佢兩曬嘅表演。聽就會當精彩，請下來俾佢兩撒加油哦！摸着圓圓，面個圓圓，反圓圓圓，大家啊團圓，新年新年又過一年。